荐哪一款？福建茶的话，就包括岩茶，然后包括铁观音啊、大红袍啊，还有这个福鼎的白茶呀，福州的这个茉莉花茶呀，就是品种很多啦。对，那如果你比较喜欢清香一点、味道比较淡的，那就福州的茉莉花茶啦。那如果像武夷山的岩茶，就很多人喜欢啦。对，这个也非常不错。然后包括这个安溪的铁观音啊，这个都不错。对。如果说夏日炎炎的话，最适合哪一款茶？我觉得福建茶都可以。现在你们是这几天卖的最好的一款茶是？我们卖的最好的茶就是这个了，岩茶了。哦，是岩茶。对。口感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吗？它这个比较清纯，香味比较持久，对，然后这个有一定的回甘，对，这个整体的那个口感都非常好。喝完之后，你整个回甘，那个嘴巴的话就会有那种香甜的那种感觉，就是比较心情比較暴躁嘅時候，那可以試一下喝點茶。6月1號到6月5號，維多利亞公園等你嚟。